相信大家最近呢幾日，無論係碌手機定係睇電視，都已經俾2026年嘅財政預算案瘋狂洗版啦啩？有冇發現最近行出街，連去街市買雜菜或者買個飯盒，都會聽到隔籬有人討論緊呢件事？畢竟而家啲物價真係漲得好誇張，大家嘅荷包都喺無形之中大出血，每日都為咗生活費精打細算。就喺呢個大家都普遍覺得壓力爆煲嘅時刻，2026年嘅財案終於正式出爐啦！呢個絕對係近期熱度最高、最關乎你我銀包厚度嘅超級話題。今日呢條片就係要嚟為大家做一個最完整、最貼地嘅超級懶人包，幫大家將嗰啲艱澀難明嘅官方語言全部翻譯成我哋聽得明嘅人話。我哋唔講嗰啲虛無縹緲嘅經濟大勢，亦唔去探討深奧嘅政策理念，我哋只關心理論上呢啲福利到底派幾多、幾時派，我哋要點樣攞到手，因為呢啲先係最實際、最能夠幫大家解決生活難題嘅重點。特別係屋企有長老嘅朋友，或者你自己平時有關注稅務、醫療保健福利嘅話，今日嘅內容絕對會令你大吃一驚，甚至可能直接幫你慳返好幾個月嘅買菜錢。因為今次唔單止係大家最關心嘅長生津確定會出雙糧，仲曝光咗2項全新嘅醫療福利，甚至連醫療券都直接宣布加碼500蚊。再加上今年嘅退稅政策，如果好好規劃嘅話，一口氣慳返1萬幾蚊，絕對唔係夢。呢啲慳落嚟嘅1萬幾蚊，攞去帶屋企人食餐好嘅，或者俾自己安排一趟小旅行，唔通唔正咩？所以請大家一定要耐心睇到最後，千祈唔好令自己嘅權益悄悄流失啊！我哋先嚟傾下大家最在乎嘅，亦即係直接關乎現金入袋嘅長生津雙糧。長生津全名就係長者生活津貼，呢個對於好多退休嘅老人家嚟講，真係每個月非常重要嘅一筆生活費。大家都知而家嘅老年生活成本真係唔低，隨便買個保健食品或者去醫院睇個門診，做個物理治療，加埋嘅費用都係非常驚人嘅。所以每一次只要財政預算案有提長生津嘅調整，大家都會特別緊張。今次2026年嘅財案最令人振奮嘅消息，絕對就係長生津雙糧嘅發放。咁到底派幾多呢？我哋嚟仔細計下呢條數。所謂嘅雙糧，顧名思義就係喺原本每個月常規發放嘅金額之外，再額外多發放1個月嘅金額。也就是說，喺嗰一個特定嘅月份入面，老人家嘅戶口度會直接多出1倍嘅津貼。呢個對於平時慳住使嘅老人家嚟講，絕對係一場及時雨。好多老人家可能會拎住呢筆錢去買啲平時唔捨得買嘅營養品，或者係換一副新嘅老花眼鏡，甚至有啲貼心嘅長老仲會將呢筆錢儲起嚟，逢年過節留俾孫仔孫女做利是。無論呢筆錢最終點樣用，佢都確確實實減輕咗整個家庭嘅經濟負擔。講到呢度，大家最關心嘅第二個問題肯定就係，到底幾時派？呢筆錢幾時先會真正落入我哋嘅褲袋？根據目前官方釋出嘅消息同埋過往嘅經驗嚟判斷，呢種大規模嘅津貼發放通常會需要一段行政作業嘅準備時間。畢竟要確保每一筆錢都能準確無誤咁匯入符合資格嘅老人家戶口度，背後嘅數據核對同系統運作係非常繁複嘅。不過好消息係，政府為咗令大家能夠盡早攞到呢筆救命錢，已經承諾會加快所有嘅審批流程。預計喺今年年中嘅時候，亦即係差不多6月到7月呢段期間，呢筆雙糧就會陸續入賬。大家可以提醒屋企嘅長老，到時候記得帶埋紅簿仔去銀行打下簿，或者作為後輩嘅你，可以直接幫佢哋透過網上銀行 check 下筆錢係咪已經順利入咗嚟。如果到咗預定嘅時間都仲未收到，都千祈唔好慌張，可以打電話去相關嘅社福機構問下，通常只係作業批次上嘅時間差而已。講完令老人家笑逐顏開嘅長生津雙糧，接落嚟嘅重頭戲，亦即係今次財案入面討論到爆燈嘅2項全新醫療福利。台灣嘅朋友對於健保嘅便利性可能習以為常，但唔同地區嘅醫療福利制度真係差異好大。今次曝光嘅2大醫療福利真係誠意滿滿，可以話係完全針對現代人最迫切嘅健康需求量身打造嘅，而且涵蓋嘅範圍非常貼近我哋日常最常遇到嘅健康痛點。第1項全新嘅醫療福利，重點放咗喺慢性病防治同早期篩查上。大家都知預防勝於治療呢句話已經聽到耳仔生繭啦，但現實情況係好多比較精密、比較高階嘅健康檢查，費用真係貴得嚇人。好多人為了慳錢，往往會選擇忽略身體發出嘅微小警訊，覺得忍一忍就過咗去，直到小病拖成大病，最後唔單止要花更多嘅錢去治療，仲要承受巨大嘅身體痛苦。
今次財案特別撥出咗一筆龐大嘅預算，為大家提供針對特定慢性病嘅免費篩查額度。呢個意味着咩？意味着你或者你屋企嘅長老可以利用呢項福利去做一次徹底嘅心血管或者係糖尿病相關嘅早期風險評估。只要喺指定嘅醫療機構，符合特定嘅年齡或者係高風險族群條件，就可以完全免費享受到原本可能要自費好幾千蚊嘅檢查項目。呢個對於注重健康保養嘅家庭嚟講，絕對係一個超級大福音。而第二項全新曝光嘅醫療福利，就係聚焦於牙科同眼科嘅專屬補助。各位觀眾朋友，牙齒同眼睛真係我哋身體最重要，但又最容易花大錢嘅部位。你試下回想下，老人家係咪經常抱怨牙痛、食唔落嘢，或者係視力模糊、睇電視都好辛苦？但是一聽到整假牙、種牙，或者係配一副好少少嘅漸進式多焦點眼鏡嗰啲昂貴嘅費用，佢哋就總是擺手話唔使啦，老咗都係咁，隨便勉強用住先就得啦。今次政府終於聽到大家嘅心聲，特別針對長老們嘅牙齒同眼睛健康，推出咗專屬嘅醫療補助方案。雖然目前細節嘅補助上限同申請條件仲有待最後定案，但呢個絕對係一個非常正面嘅開始，代表政府開始重視老年生活品質最核心嘅呢兩個部分，令老人家晚年都可以食得香、睇得清。講到醫療補助，點可以唔提今次財案中最直接、最乾脆嘅政策，也就是醫療券直接加碼500蚊，千祈唔好睇少呢500蚊，佢可以喺關鍵時刻發揮極大嘅作用。目前嘅醫療券制度本來就已經廣泛應用喺中西醫門診、預防接種，甚至係部分物理治療療程上。而家無端端多咗呢500蚊嘅額度，等同於為大家嘅健康戶口注入咗一劑強心針。我非常建議大家，與其將醫療券留喺度唔用，不如好好規劃呢多出嚟嘅500蚊。例如話最近天氣變化大，好容易傷風感冒或者係筋骨痠痛，你完全可以拎住呢加碼嘅醫療券，去附近相熟嘅中醫診所把個脈，調理下身體，或者係做個推拿，放鬆下繃緊嘅肌肉，又或者屋企嘅常備藥品快用完啦，都可以去指定嘅社區藥房，利用醫療券添購一啲合規嘅保健品或常備藥。呢500蚊唔單止係一個數字，佢更代表住你可以擁有多一次照顧自己同屋企人健康嘅機會，絕對要好好把握。傾完補助同醫療，接落嚟我哋要進入所有打工仔、所有中產階級最關心嘅環節——退稅。如果你頭先聽長生津同醫療券覺得事不關己，因為你仲未符合年齡資格，咁接落嚟嘅內容你一定要豎起耳仔仔細聽啦，因為呢個直接關係到你今年可以交少幾多稅，褲袋入面可以留多幾多錢。今次財案喺退稅政策上可以話係落咗一番功夫，製出咗非常誘人嘅扣稅組合拳。如果我哋將呢啲退稅政策同頭先提到嘅醫療福利結合起嚟睇，如果你能夠精準咁掌握每一項扣除額嘅規定，慳返1萬幾蚊，絕對係可以預期嘅。咁到底咧慳返1萬幾蚊係點算出嚟嘅呢？呢當中大有玄機。首先，最基本嘅個人入息稅退稅上限，今次政府俾出咗一定比例嘅寬減額。淨係呢一項，好多原本需要交重稅嘅雙職家庭就可以立刻感受到稅單金額嘅大幅縮水。但呢個仲未夠，真正嘅慳錢大招在於善用各種名目嘅免稅額同扣除額。為大家舉個最生活化嘅例子，今次為了鼓勵大家多啲照顧老人家，唔單止增加咗供養父母或者係祖父母嘅免稅額度，如果你有請外籍家傭或者係相關嘅長期照顧支出，政府亦喺度研議放寬相關嘅列舉扣除標準。如果你係一個3代同堂嘅家庭，上有高堂要奉養，下有細路要湊，你絕對要將呢啲免稅額度用好用滿。我哋簡單計條數，假設你原本嘅稅階係10%幾，透過新增嘅供養長老免稅額、子女教育扣除額，再加上如果你有喺政府認可嘅醫療機構使用自費進行咗前面提到嘅進階健康檢查，呢啲特定嘅醫療支出，如果喺未來納入可扣稅嘅範圍，呢加埋你今年要交嘅稅款，比起舊年絕對有可能直接下降1萬幾蚊以上。1萬幾蚊可以攞嚟做咩？喺呢個物價齊漲嘅年代，1萬幾蚊可以幫你交晒好幾個月嘅水電煤氣費，可以令你喺超市買嘢嘅時候唔使再斤斤計較嗰幾蚊嘅差價，甚至可以令你為自己安排一系列嘅進修課程，投資自己嘅腦袋。所以千祈唔好覺得報稅好麻煩，就隨便採用標準扣除額了事，花多些少時間將呢啲財案入面提到嘅福利同稅務減免研究透徹，嗰啲慳落嚟嘅都係實實在在嘅真金白銀啊！
如果你對報稅真係摸唔着頭腦，而家坊間都有好多專業嘅財稅顧問，或者係網絡上都有非常多熱心網友分享嘅計算表，稍微花個週末晏晝研究下，絕對物超所值。講到呢度，我必須要講，好多時候我哋對於政府嘅財案或者係一啲補助方案，都會有一種距離感，覺得嗰啲都係冷冰冰嘅數字，或者係睇得到食唔到嘅畫餅。但是如果我哋願意花少少心思去了解、去拆解呢啲政策背後嘅邏輯，你會發現呢入面其實藏住好多可以為我哋生活減壓嘅機制。就好似今次2026財案嘅呢幾個亮點，無論係長生津雙糧、全新醫療福利，定係醫療券加碼500蚊，甚至係可以幫你慳返1萬幾蚊嘅退稅組合，佢哋嘅核心精神，其實都係於減負呢兩個字。喺呢個大環境充滿挑戰嘅時刻，點樣減輕每個家庭、每個個人嘅經濟負擔，成咗大家最迫切嘅需求。接落嚟，我想花少少時間，針對唔同嘅族群，為大家梳理一下，你應該點樣因應呢份財案，擬定屬於你嘅最強申請與節稅攻略。首先，如果你係屋企有老人家嘅年輕一代，你嘅首要任務就係做老人家嘅資訊雷達。好多老人家其實係唔太識用智能手機，或者係睇唔明網上嗰啲密密麻麻嘅懶人包嘅。佢哋可能只係喺公園捉棋傾偈嘅時候，聽人講好似有錢可以拎，但具體點樣拎、幾時拎，完全一頭霧水。呢個時候，你就要負起責任，主動去幫佢哋查詢長生津雙糧嘅入賬進度。你甚至可以借住呢個機會，坐低好好同佢哋傾下嗰2項全新嘅醫療福利，問下佢哋最近牙齒會唔會痛，睇嘢會唔會模糊，話俾佢哋知而家有補助啦，唔好再為咗慳錢而死頂。順便幫佢哋 check 下嗰個加碼500蚊嘅醫療券額度係咪仲有剩，如果有就趕快幫佢哋預約中醫調理，或者係添購必須嘅醫療用品。呢種來自屋企人嘅關心，加上政府補助嘅實質幫助，絕對能令老人家感受到雙重嘅溫暖。呢個亦係我哋做後輩最應該做嘅事。如果你係努力打拼緊嘅單身貴族或者係丁克族，咁你嘅火力就要集中喺退稅同醫療規劃呢2大板塊。單身或者係冇細路嘅家庭喺稅務上能扣除嘅項目本來就比較少，往往會成為交稅嘅主力軍，所以你更唔能夠放過任何一個可以合法節稅嘅機會。今次財案中對於個人基本寬減額嘅調整，你要去精算一下，係咪足以令你跨過降稅階嘅門檻？除此之外，你更要將注意力放喺點樣善用醫療資源上。好多人以為只有老人家需要醫療福利，但其實而家年輕人嘅文明病都非常多。久坐造成嘅脊椎問題，長期望住個芒導致嘅乾眼症，或者係生活壓力大引起嘅各種自律神經失調。如果你符合特定嘅補助條件，千祈唔好客氣，勇敢咁去使用嗰啲針對慢性病預防嘅醫療資源，將自己嘅身體照顧好，先係未來能夠持續賺大錢嘅最大本錢。慳落嚟嘅1萬幾蚊退稅，攞去報名一個健身房會籍，或者係買一張好少少嘅人體工學椅，絕對係穩賺不賠嘅自我投資。另外，對於嗰啲上有高堂、下有細路嘅夾心階層嚟講，你哋可能係今次財案感受最深，但也最需要精打細算嘅一群人。因為所有嘅福利政策幾乎都可以喺你哋屋企起到對應嘅適用對象。老人家嘅長生津同醫療券，你自己嘅退稅，仲有整個家庭共同需要嘅全新醫療福利，你哋嘅策略必須係全局考量。你要好似一個企業嘅財務總監咁，將屋企嘅所有收入、支出以及可以申請嘅各項補助，全部攤喺台面進行盤點。老人家拎到嘅雙糧可以規劃為家庭嘅緊急醫療預備金。加碼嘅500蚊醫療券可以專款專用喺老人家嘅日常保健上，而你自己因為退稅慳落嚟嘅1萬幾蚊，除咗可以稍為唞下氣，補貼一下家用之外，也許可以考慮幫細路儲多啲教育基金，將呢啲政府俾嘅福利當成係家庭財務重組嘅一個契機，令每一毫子都能發揮佢最大嘅效益。呢幾年大家嘅日子都唔算太好過，每日打開新聞，見到唔係加息就係通脹，連買杯手搖飲都要猶豫半天。喺咁樣嘅大環境之下，政府每一次釋出嘅福利政策，無論係津貼、醫療補助定係退稅，對我哋嚟講都好似沙漠入面嘅綠洲一樣咁珍貴。但是綠洲再靚，如果你唔識條路，如果你唔踏開腳步走埋去，咁佢始終只係海市蜃樓。今日為大家整理嘅呢個2026財案福利超級懶人包，就係一張通往綠洲嘅地圖。我希望透過咁白話、咁貼地嘅解說，能夠令大家唔再對嗰啲官方文字感到恐懼或者厭煩，而係能夠真正將呢啲福利轉化為改善生活嘅助力。大家可以將呢段內容當成係一個提醒，喺呢個忙碌嘅生活入面停下腳步，
檢視一下自己同家人嘅權益。我哋努力工作，認真交稅，為嘅就係喺需要嘅時候能夠獲得應有嘅社會支持同保障。長生津嘅雙糧係對老人家過去貢獻嘅微薄回饋，全新醫療福利同500蚊醫療券加碼係對全民健康嘅一道防護網，而嗰個可能高達1萬幾蚊嘅退稅，則是俾你辛勤工作成個年頭嘅一點實質慰藉。呢每一項政策嘅背後，其實都牽動住無數家庭嘅悲歡離合。我真係好希望大家睇完之後，更重要嘅係立刻採取行動。打開你嘅日曆，將長生津發放嘅預計時間 mark 低佢，撳起你嘅電話，打俾屋企嘅長老，話俾佢哋聽呢個好消息。甚至而家就開電腦，登入相關嘅稅務網站，提前試算一下你今年到底可以慳返幾多稅。將呢啲資訊變成你生活入面嘅實質改變，呢個先係真正搞明呢啲政策最大嘅價值所在。當然，政策嘅執行往往會有少少細節上嘅變動，或者係特定條件嘅限制。我今日分享嘅係目前大家最關切亦最核心嘅大方向。真正到咗要申請或者申報嘅時候，始終都係要以官方最後公布嘅具體文件同條文為準。如果大家對於自己喺操作上遇到任何疑難雜症，都千祈唔好怕醜，可以多多利用政府單位提供嘅免費諮詢專線，或者係問下身邊識稅務、識社福政策嘅朋友。只要你唔放棄你嘅權益，就一定可以遇到解決嘅方法。最後，我想再強調一次，無論係長生津雙糧派幾多、幾時派，定係嗰2項全新醫療福利有幾犀利，又或者係醫療券加碼500蚊加埋退稅，真係可以幫你慳返1萬幾蚊。呢一切嘅前提都係於你願唔願意花時間去了解佢，去爭取佢，唔好因為覺得麻煩就俾屬於你嘅錢悄悄溜走。喺呢個咩都加，淨係人工唔加嘅年代，幫自己慳錢就等同於幫自己加人工。希望今日嘅分享能夠真正幫助到大家，令你哋喺2026年嘅下半年褲袋可以稍微豐厚少少，心入面嘅壓力可以稍微減輕少少。生活已經夠辛苦啦，等我哋一齊用最聰明嘅方法，將日子過得更好、更滋潤。亦請大家務必將呢個超級懶人包嘅資訊分享俾所有你需要關心嘅親朋戚友，等佢哋都可以跟上呢波財案福利嘅列車，一齊開心慳大錢。大家平時都有定期檢視自己稅務同補助權益嘅習慣嗎？